哎，对哦，台湾现在哪一块也是，我可以拿小小的番茄做个比喻吗？特别的介绍欢迎大家听完后，哎呦，老师鼓励，谢谢。也是安利的配合，哎，这个节目特别超好，欢迎，谢谢，很开心今天来了，谢谢新娘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掌声热烈，谢谢。谢谢老师的课了，来，开始本期的在多少多少的内容好，现在正确的来刚刚录音的哈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等会儿就会分享多少，再跟自己来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掌声鼓励是我们的空老师，我们来自这个高山马上掌声鼓励，但是比较小的那个不远哈，那个园亲临现场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记得好，恭喜欢迎，谢谢。来，你们来啦，新娘来，后壁哦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给大家回声欢笑。来，来，鼓掌，来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鼓励一下，好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来，这个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而且是很火好的欢迎各位，谢谢你们，欢迎，谢谢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哦。欢迎，而且谢谢这一桌特别服务的啊，来，希望呢可以让你们掌声持续的响起来，来，掌声不要停哦，掌声不要停。来了，脱下舞啊，很好，天后跳舞啊，很好，谢谢。那这个脱下你的脸，谢谢。还记得周天秀演出，感谢各位的欣赏，高山南洋，谢谢。来，是我给你们投稿的，今天那个特效呢，叫你要拿对吗？叫你要。